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最近喺娛樂圈有一個故事，聽落去讓人又心酸又感動，更加覺得人生好寶貴。陳子聰24味嘅一員，大家熟悉嘅 Conroy， 經過幾年同病魔搏鬥，終於一步一步走返嚟。佢面色紅潤，精神飽滿，重返 YouTube 頻道同兄弟一齊主持節目，仲請到天后鄭秀文做嘉賓。見到佢咁健康咁開心坐喺度傾偈，好多人都話好開心好鼓舞。回想幾年前2022年尾，陳子聰去澳洲探親，原本想陪屋企人，點知幫手搬重嘢嘅時候突然腹痛難忍，送院一查，原來係大動脈嚴重撕裂，內出血好嚴重。醫生即刻開刀，情況危急到極點。手術後佢昏迷咗1個多月，下半身一度癱瘓，四肢冰冷。醫生甚至擔心要截肢，內臟受損嚴重，尿道同腎臟都出事。之前2016年佢已經有肝硬化同直腸炎，呢次簡直雪上加霜。佢暴瘦60磅，身體虛弱到連基本嘅事都做唔到。最辛苦嘅係尿道同腸道受損之後，佢要掛住屎袋同尿袋過日子。呢啲袋唔單止唔舒服，仲有時會爆開，屎尿流出嚟，生活變得好尷尬，好辛苦。佢自己後來講嗰段時間真係覺得好難堪，但佢冇怨天尤人，反而用笑容面對。醫院日子冇水飲，好耐冇試過正常飲水。第一啖水落肚嗰刻，感覺就似甘露咁珍貴。連去廁所自己解決大小便都變成一件值得感恩到差啲喊嘅事，身體出問題，先明白平時覺得理所當然嘅小事，原來係咁寶貴。呢個時候最緊要嘅支柱就係佢嘅太太何超儀。Josie 對老公不離不棄，真正做到患難見真情。佢一聽到消息，即刻停晒所有工作，飛去澳洲陪住老公。醫院冇床，佢就瞓憎，老公腳冷，佢用自己體溫暖腳，按摩幫佢促進血液循環。香港醫生話風險高，唔敢做某啲手術。Josie 就四處揾資料，動用人脈，終於揾到美國頂尖醫院，有高達70%幾成功機會可以重建尿道。佢陪老公飛去美國，第一次手術放支架，之後再做第二階段，足足17個鐘頭。之後仲有多次手術，包括舊年再做3次大手術，其中一次心臟搭咗4條橋，身上留低一條由鎖骨直落到肚臍嘅長疤，好似拉鏈咁。手術部位有時鄰近心臟，過程複雜。Josie 每次都即刻辭演活動，全程陪住。2025年7月，陳子聰健康再出狀況，醫生話要盡快去美國。Josie 原本計劃去台東音樂節演出，即刻取消，陪老公飛去美國。佢公開講，作為家屬，我要全程照顧。佢自己拍動作戲都搞到半月板撕裂，周身瘀傷，但從來冇抱怨過一句。結婚20幾年 ，Josie 同陳子聰一直恩愛。佢曾經講過，喺佢眼裏世界就只剩佢同老公，其他事都唔重要。呢種不離不棄嘅愛，唔係講得出嚟，而係用行動證明。陳子聰自己都講，經歷過呢次之後，更加珍惜生命，更加感恩身邊人。佢康復之後，面色好返，仲有少少小肚腩，聲線雖然仲有啲沙，但已經可以正常出嚟工作、見朋友、支持太太嘅電影首映。今年2月，陳子聰重返24味嘅24 TARK 節目第165集，請到鄭秀文做嘉賓。兄弟 Brian、Fat 見到佢，個個都好開心，讚佢笑容好、面色好。Brian 第一句就講最緊要你健康。陳子聰自己都笑住話，做完手術好耐，康復好耐，舊年11月已經可以出嚟行行企企，有機會見到大家，真係好開心。Sammy 主動關心佢健康，問佢有咩體會。陳子聰笑住講英文 ，Live in the moment， 活在當下，任何事都感恩。佢分享醫院嘅小故事，好耐冇飲過水，第一啖水落肚嗰刻，感覺瘋狂咁滿足。其實當時吊住鹽水根本唔使飲，但嗰種渴望之後嘅滿足係去到人生極端先明白。Sammy 幫佢形容係甘露，大家都笑住點頭。Fat 仲爆料，陳子聰第一次可以自己去廁所大小便，感動到差啲喊。佢話從來未試過咁感恩可以自己去到個廁所。身體出事，先至連最基本嘅事都做唔到。
陳子聰自己都大方講掛袋嘅日子，之前托住晒啲袋，又屎袋又尿袋，好辛苦，有時袋會爆，屎尿會漏出嚟。講到呢度 Sammy 聽到都驚嘆，好有畫面，但氣氛唔尷尬，大家反而齊齊舉杯祝身體健康。陳子聰雖然已經戒酒，但呢個心意大家都感受得到。節目唔止講陳子聰嘅故事， Sammy 自己都分享咗過去嘅情緒困擾。2004年、2005年到佢拍《長恨歌》嗰陣，情緒已經好唔掂。去上海拍戲之前，已經成日唔開心，感覺好似軍人爬荊棘咁辛苦，但冇同人講。拍完最後一場戲，佢擔咗戲服旗袍，絕望同憂傷全部爆發。返香港之後，有日要拍廣告都去唔到，要賠錢。而東台約佢睇劇本，佢都出唔到門口，甩底咗1、2次，足足崩潰咗1年，停工匿喺屋企。最後家姐叫佢去土耳其旅行，慢慢打開心扉。返香港之後，佢開始學習祈禱，心裏面有個聲音叫佢祈禱。邊祈禱邊嗌，情緒得到釋放，內心慢慢醫治。佢話祈禱幫佢保守咗好多秘密，亦醫好咗佢嘅情緒。之後佢決定出返嚟做演唱會，一步一步走返正常生活。Sammy 鼓勵大家願意講出嚟好緊要，自己經歷過，對呢啲有觸覺。好多時睇你放唔放過自己，聽返自己內心，盡量堅持自己嘅諗法。人生總有啱同錯，呢段分享好有共鳴，尤其對經歷過身心煎熬嘅人嚟講。陳子聰同 Sammy 嘅對話，讓人見到兩個曾經喺谷底嘅人，點樣靠信念、靠身邊人、靠感恩，一步一步爬返上嚟。健康唔係必然，生命好脆弱，一場突如其來嘅病可以改變一切。但正因為咁，我哋先要珍惜可以自己行、自己食、自己去廁所嘅每一天。珍惜身邊肯陪你捱、肯為你放棄一切嘅人。娶到一個好老婆真係好緊要。Josie 唔單止係太太，仲係照顧者、研究者、陪伴者。佢為老公奔波，犧牲工作、犧牲休息，但係從來冇喊過苦。陳子聰康復到而家，可以重返舞台，可以同兄弟傾偈，可以支持太太嘅電影，呢一切都離不開 Josie 嘅付出。呢對夫妻經歷過鬼門關，感情反而更加深厚。佢哋證明咗婚姻唔係淨係講風光日子，而係有難時邊個肯陪你搏、陪你捱、陪你重新開始。呢個故事仲有好多細節值得細想。陳子聰之前有三高：愛食垃圾食物、吸煙，呢啲都係高危因素。病後佢學識控制血壓，唔想再開刀，就靠自己保養。呢個提醒大家，平時保重身體，唔好等到出事先後悔。Sammy 嘅情緒病都係因為長期壓抑，冇面對自己內心先爆發。佢靠祈禱、靠旅行、靠家人，慢慢醫好自己。呢個又提醒大家，心理健康同身體健康一樣重要。有事唔好自己扛，願意講出嚟，尋求幫助先係正確嘅路。而家陳子聰呢已經可以正常生活，24味，仲有新歌、新節目計劃，兄弟等佢 ，fans 都等佢。佢嘅回歸唔只係一個藝人返嚟，而係一個生命力頑強嘅人，用行動話俾大家聽，只要有愛、有信念、有感恩，任何難關都可以過。人生好短，好多嘢唔係我哋控制得到，但我哋可以控制嘅就係點樣面對。學陳子聰，活在當下；學 Josie，不離不棄；學 Sammy，聽返自己內心，放過自己。健康嘅時候記住感恩，唔舒服嘅時候記住身邊人。呢個世界因為有呢啲真情真愛先變得溫暖。希望陳子聰繼續保持健康， Josie 同佢繼續幸福。希望每個聽到呢個故事嘅人都可以多啲珍惜眼前人，多啲保重自己。因為真正嘅快樂就係可以同愛嘅人一齊平平安安過每一天，呢個就係生命最強大嘅力量。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